你有没有看清楚那妖怪的容貌？当时天太黑了，根本就看不清脸，但是衣着和轮廓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且身上有花香，像是莲花。莲花。这个浮生，居然醉倒睡着了。我还是太大意了，太糊涂了。小维，王大哥，你没去军营啊？正好我要去厨房做早饭。其他人一般都不会这么早起。你以后也多睡会儿，别这么辛苦。昨天晚上怎么没有见到你？昨日我回府，感觉有些疲倦，就直接回房休息了。哎，最近怎么没有见你穿那套二弟送给你的白色的绣裙啊？那件衣服前日洗过之后放在院中晾晒，不知被谁拿去了。许是哪个丫鬟随从看见衣服华丽就偷走了。这点琐事，我不想麻烦王大哥，所以从未提过。哦，那我有空帮你问问。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莲花的清香？我昨日去莲湖散心，可能是衣服上沾了些花香吧。不知道那莲湖里面到底是什么莲花，这股花香竟然一宿都没有散去。小薇喜欢这花香，就顺手摘了几片当做香囊薰衣。小薇，你竟可以处处应对自如，如此的机智心计，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之前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子，怎么变得这么难以琢磨？你真笨啊！方法都教给你了，还让妖怪跑掉了，真是浪费我的妙计。那你再帮我想一个办法，这回我保证抓到妖。我又不是大罗神仙，哪来那么多主意啊？这回你自己想。哼，我就知道这计谋不是我师弟想的，果然是你诡计多端。除非你是妖，不然怎么那么多诡计啊？你一日四夜想着郑大哥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去陪他？竟然有空来花园闲逛。哎呦，我忘了，人家郑大哥早就情有独钟，根本没空搭理你。不过呢，这花园是挺美的。像你这种见不得别人好的人，多来赏赏花，陶冶一下性情，或许能变得讨人喜欢。谁说我不讨人喜欢了？你说郑大哥情有独钟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太愚蠢了，还是太迟钝了？人家郑大哥赶来南疆，为的当然是李靖啊，还不惜舍命相护，反正就是喜欢他。你还好意思这样天天跟着人家，羞不羞啊？你以为你挑拨离间我就信了？郑大哥喜欢谁是他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问他去。哼！哎，师姐，来，别去，由他去问，让他早点死心。郑兄，你是在让我吗？哪有，是静儿的棋艺高超，静儿得让着我才行啊。我甘拜下风。如今，只有阿莲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。可能郑大哥只是把我当做朋友，是我自作多情吧。
什么情啊？阿莲姐，你对谁生情了？没事，夫婿。阿莲姐，如今我能侍奉静小姐，全靠你当日收留我的恩情。这盒中的润肌膏有润肌养颜之效，是我特意为小姐和你做的，全当报恩的礼物，还望你收下。阿莲姐，你莫怪我多嘴啊。方才我看你看郑副卫的样子，你是喜欢他吧？夫婿在成婚前也曾有过喜欢的人，懂得女儿家的心思。郑副卫他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，阿莲姐你喜欢他，这也很正常啊。可是郑大哥太优秀了，我根本配不上他，只有李靖才能配得上他。阿莲姐你误会了，静小姐和郑副卫只是朋友间的情谊。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我天天侍奉静小姐，这个我还不清楚吗？阿莲姐，其实你不必担心的。静小姐她钟情的是王校尉，更何况她脸上那恐怖的妖印和郑副卫是不可能的。反倒是阿莲姐你和郑副卫，一个英雄，一个巾帼，这才般配啊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阿莲姐，你只要投其所好，郑副卫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可我只是一个除妖师，除了捉妖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怎么投其所好啊？虽然你是个捉妖师，但你也是个女人呐。女为悦己者容，若想得到心上人的欢心，就要先有一副能够得到对方喜欢的容貌。阿莲姐，你只要略加修饰，再与郑副卫朝夕相处，定能打动他的。谢谢你啊，夫婿。阿莲姐，不必客气，你和庞大哥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理应全心报答才是。进来。庞大哥，你都没吃晚饭便要出门巡夜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熬了热粥，你先喝点儿，垫垫肚子。姑娘不必多礼，叫我庞郎就好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庞大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我愿意为庞大哥做牛做马，伺候大哥一辈子。多谢姑娘的粥，我还要去巡夜，先告辞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头昏眼花的，看不清楚。庞哥哥，彩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巡夜，过来陪陪你。你不是彩娟，你是谁？去死吧！你是妖！地破天尊，八海之门，土地麒麟，我独占。八海之门，土地麒麟，我独占。土地麒麟，我独占。上子！独占。独占。八海之门，土地麒麟，我独占。你没事吧？彩娟，真的是你？你看得到我吗？我看不清楚。
彩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妖？姐姐，对不起，又害你耗损灵力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他已经知道我是妖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离他远点儿，你不听，现在后悔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太任性、太大意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是妖，他是除妖师，你们本来就水火不容。现在你的身份败露，你我又为姐妹，我的身份也不言自明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都听姐姐的话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啊？一定不能让庞郎告诉王大哥我们的身份，要不然既得不到金黄心窍，王大哥还会视我为敌，弃我而去。彩雀，现在是不是只有庞郎一人知道你的身份？那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有先下手，除掉庞郎。不可以，我才刚救了他，怎么可以杀他？那不杀他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可是没有可是。彩雀，你别天真了。你的身份败露，如果我们不杀他，他迟早会杀了我们。说不定，现在你的庞哥哥就在谋划着，怎么样除掉我们姐妹俩。彩雀，难道你要看着姐姐功亏一篑，失去金黄心窍，也失去王大哥？你要看着我魂飞魄散吗？不会的，庞大哥不会的，他跟阿莲不一样。彩雀，你清醒点吧，他就算再跟阿莲不一样，他也是个除妖师。你不要心存侥幸，他会放过我们。要么他死，要么你就看着姐姐死了。姐姐，你要是不忍心，那就由我来。不要，我傻。我傻。姐姐，那个要害庞郎的野妖也是身着白裙，看着身形和姐姐很像的。本尊怕你赌约未了便失了性命，所以特来提醒你，提防你身边的明枪暗箭。明枪暗箭，会是谁呢？怎么最近没有看见你川二弟送你的那套白绣裙？难道是那野妖偷了我的白衣作恶？为何偏偏要偷我的衣裙？而且杀的都是军中人，这是巧合，还是有意嫁祸？莫非野妖藏于李府之中？为何我感觉不到？
莫非浮生施予我的灵力如此微弱？可我每日打理府上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，除非是别院。只有别院我没有进去过。近日李靖的态度这么奇怪，也许是他那里有问题。小姐，你不是说王校尉中午会过来吗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哦，可能是军中事务繁忙，我们再等一等吧。小维，小维，王大哥，我看院中的杜鹃花开得正好，所以就采些给静儿送过来。三妹以前跟我说过，她不喜欢杜鹃花的。这个我不知道。那这花儿就算了吧。小维，我知道你是希望三妹开心一些，但她现在情绪低落，为了避免像我上次那样把事情弄巧成拙，你还是顺着她的意思，尽量少一些见面是吧？小维明白了，我会尽量不去打扰静儿。小维，原来你会法术的，是清夫人教你的吗？清夫人送了我这串琉璃珠子，这珠子上带了些灵气法术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串珠子真的很特别。王大哥，你不是去找静儿了吗？小薇，我知道最近因为三妹的事情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对你许下的承诺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也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三妹，让她受了伤害；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你，让你心里难过。这都是我的错。王大哥，你别这么说。小维也有不是之处。不，都是我处事不周。小维。
的兄弟呢？我相信你。躲什么躲？连姐姐都躲。姐姐，我没躲，只是又没听姐姐的话，没去杀了庞狼。不是我找不到庞狼，也不知道他跑去哪儿了。我看你是根本就没去找吧。我现在就去找，要是找不到，我也不回来了，行了吧？这个也要，竟敢害到我跟王大哥头上，就算我灵力有限，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呀。刘兵头，王校尉，这寅时已过，卯时一到，天一放光，今天晚上就算是平安无事了。妖怪行事狠毒，无迹可寻，还是让兄弟们万事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大意。校尉请放心，这几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不下100遍了，只要兄弟们不落单，他们是不会出事的。刘兵头，你连夜辛苦，今天晚上又要起风了，还是回营休息吧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只是嗓子干了一些。好了，你别逞强了，赶紧回营吧，万一染了风寒，那就麻烦了。那王校尉就辛苦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走。走吧。是，走。吴老哥，你咳得这么厉害，也不多穿件衣服。我糊涂了，我带外衣了，就在城门外放。那您等着，我帮您去拿。你快去快回啊！我在桥上等你。哎，你不是跟刘兵头一起回营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王校尉，兵头的衣服落城门了，我帮他去拿。那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不好。刘兵头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王校尉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的命就让那妖给夺去了。你有没有看清妖怪的长相？速度太快了，一道白光过去以后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卿夫人送了我这串琉璃珠子，这珠子上带了些灵气法术。小维，小维，开门呐！来了来了。王大哥，找我有事吗？进来坐吧。王大哥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王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晚上，
那个弯心妖又出现了，我担心你有事情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那个妖怪抓到了吗？我晚到了一步，让他给跑了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也累了一夜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。王大哥，慢走。还好，我有相似的珠子可以蒙混过去。希望是我多心，王大哥没有捡到那颗珠子，那也要受了伤。这几天应该不会出来害人了吧？我不能再露出破绽，会令王大哥起疑心的。小薇，你还是在骗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呀，这些你必须收下。你让开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傻子。人有好坏之分，难道妖怪就都是坏的吗？妖怪原来也是有好的。他没有害过我，还一心对我好，几次救我帮我。他也没有害过别人，他是个好妖。而且，我喜欢他，他是妖又如何？对，我要赶紧去告诉彩雀，免得他难过多心。落叶婉转了忧伤，又似无牵无挂，随着风轻轻划着心。我只要杀了他，姐姐就不会有事。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彩雀，把手给我。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他果然已经知道我是妖了。彩雀，无论以前如何，以后怎样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想和你分开。我想得很清楚，不管你是谁，对我来说，只是那个会带我喝酒，说我是傻子，还会跟我发脾气的彩雀。我只相信我听到的，感觉到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想与你分开。我曾经答应过小薇姐，要好好照顾你，
不让你吃苦受累。在这月老树下，月老为证，我庞郎不仅要做你的朋友，还希望成为你最爱的人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就为你带上这根红绳，咱们俩就是一对儿，生死相许，永不分开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与其让我伤心死，不如干脆杀了我吧。你不怕你师姐跟其他人反对吗？难道你不在乎我？我只在乎你。彩雀，你还说我是傻子，其实你才糊涂呢。咱们俩相爱，是咱们俩的事情，与旁人何干？我们互相喜欢，只需问你情我意，又碍得旁人何事？你不说话，就是同意了。庞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这一幕，我做梦梦到过无数次，只是每次都……现在好了，彩雀，谢谢你，愿意留在我的身边。师姐，王大哥，小薇姐，我跟彩雀已经在月老树下盟誓，我们决定白头偕老，相守一生。你干什么？我管我师弟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啊？不许你骂他，他现在是我的人。笑话！你们俩既没成亲也没聘礼的，他就是你的人了，你不嫌害臊啊？师姐，你不要再为难彩雀了。现在，他是我的人，我也是他的人。你是被这妖女迷得晕头转向了？你忘了你是除妖师，你带着她怎么斩妖除魔呀？你对得起祖上13代除妖师吗？啊？你对得起我爹、你师傅对你的良苦用心吗？师姐，我也没说不做除妖师啊。那你带着她怎么斩妖除魔呀？彩雀也会法术，还能助我一臂之力呢。我知道。你喜欢他是因为他的皮相，对不对？等他老了，10年、20年、30年过去了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到时候你耽误了除妖正事，你不后悔呀？师姐，我喜欢彩雀，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她心地好，对我更好。不过当然，彩雀在我心里也是最漂亮的。行，你不听我话是吧？你早晚会后悔的。哼！哎，师姐，人妖殊途，彩雀以后要受苦了。彩雀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姐姐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能跟庞哥哥分开。就像你不能跟王大哥分开一样。大哥，恭喜你们！庞郎，你以后要好好对待彩雀。那当然了，王大哥，你也要好好对小薇姐。我们先走吧，别打扰王大哥跟姐姐了。
王大哥，你最近怎么对我这么冷淡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啊？如果我做错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会改的。没有，你没有错。是庞朗，不可能，彩雀是不会让他说的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？错在你相信人。你们本不该在一起。我们会在一起的。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，不再相信你。他迟早会知道你的身份。就算他不能够确定你的身份，可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。他的温柔和体贴，都已经给了李靖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他查出来的。你走吧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，何谈幸福？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一是离开他，2是杀了他。够了，我的命运我自己做主，不用你来插手。如果他能够像庞郎对彩雀一样，我不会杀他，但是他不会。今天他仅仅因为怀疑你是妖，而动摇了对你的感情，说明这份感情并不坚固。他不会抛开世俗跟你在一起，更不会因为你而放弃一切。可我不需要他为了我放弃一切。这种角色我来做就好了。等我成为人的那一天，我便可以跟他在一起一生一世，也再也没有人会怀疑我的身份。他既然能够怀疑你第1次，也会怀疑你第2次。小薇，你清醒一点吧。我很清醒，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我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。我爱王英，我也需要他的爱。哼，爱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。之前你为了王生倾尽感情，可是现在你不也一样爱上了王英吗？等为娘把他给杀了，你很快就会忘记他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杀了他的。前一世我错过了他，这一世我绝不能再失去王大哥。自他怀疑你的那一刻起，你已经失去他了。不，他只是一时动摇，胡乱猜测而已。为娘心意已决，王英非杀不可。不，
你是拦不住魏娘的。那好啊，我不拦你，去杀他呀！到时候我会自毁魂魄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如果他不在了，我也生无可恋。你生无可恋，那为娘怎么办？为娘为你呕心沥血，可你心里想的只有王英。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个女儿？哼，你是堂堂狐族夫人，怎么会有女儿呢？小薇只是个野种，没有娘。你伤了为娘的心了。小薇早就没有心了。除了王英之外，我不需要任何人，包括你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